大家早晨，歡迎收睇星期五朝頭早嘅天氣報告。我係梁浩明。喺雷達圖像可以見到，同廣闊低壓槽同埋西南氣流相關嘅驟雨同雷暴咧，而家係影響緊廣東沿岸㗎。咁喺凌晨嘅時分啊，強雨區係曾經影響過新界嘅北部㗎。咁部分地區嘅雨勢係頗大，由午夜至到朝頭早6點鐘咧，新界好多地方都錄得大約10毫米嘅雨量，而大埔同埋流浮山咧更加錄得大約70毫米嘅雨量㗎。咁氣温方面咧，去到朝頭早6點鐘，各區嘅氣温咧就介乎喺26至到29度之間。咁天色方面，由於落雨嘅關係，今朝早由維港望出去都見到雲量比較多㗎。咁但喺大放嚟嘅衛星雲圖，你可以見到廣東沿岸嘅雲層都唔算太厚，我哋預料下晝都可以短暫時間見到陽光。另外我哋望遠少少，而家喺東海咧就有一個螺旋形嘅雲團啦。咁其實佢就係颱風沙德爾。我哋預料沙德爾咧喺今日咧係會移向浙江南部沿岸，咁之後就會移入內陸並且係逐漸減弱㗎。而之後我哋幾日嘅天氣，我哋一齊睇下電腦嘅預報圖啦。咁我哋預料咧一股西南氣流咧會喺今日同埋聽日係會影響華南沿岸，咁呢一區嘅天氣係會漸轉酷熱㗎。而廣闊低壓槽咧就會喺週末至到下個禮拜初，為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帶嚟一啲唔穩定嘅天氣㗎。不過咧，隨住低壓槽遠離同埋受較乾燥嘅大陸氣流影響，下個禮拜中期咧，華南嘅天色就會好轉，天氣係會酷熱㗎。我翻返嚟香港講翻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，就會係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同埋狂風雷暴。初時部分地區嘅驟雨係會較多，咁下晝咧就會係短暫時間有陽光同炎熱，最高氣温啊大約喺32度，風方面係吹和緩嘅西至到西南風。而至於展望方面係，聽日係仍然有幾陣驟雨，日間為酷熱㗎。咁留意翻咧，星期日咧係天氣會唔穩定，去到下個禮拜初至中期咧，驟雨就會逐漸減少，天色都會好轉㗎。咁今朝早嘅天氣報告就講到呢度，下次見。